為什麼大殼的雞蛋絕對不能放入微波爐加熱？大殼的雞蛋絕對不能放入微波爐加熱，因為微波會快速把蛋內的水分變成大量水蒸氣。由於蛋殼不透氣且堅硬，水蒸氣無法排出，而使內部壓力急劇飆升，最終會導致整顆雞蛋在微波爐內甚至拿出來時瞬間強烈爆炸。為什麼會爆炸？水分迅速氣化。微波爐利用電磁波讓水分子高速振動發熱，蛋黃和蛋白含有大量水分，加熱後會產生大量蒸汽，壓力無法釋放。密閉或半密閉的蛋殼無法即時疏導內部壓力，氣壓過高就會衝破蛋殼，造成嚴重爆裂。剝殼或熟蛋也危險，即使是已經煮熟的剝殼蛋，或未打散的蛋黃，內部微小氣孔與膜內水分再次受熱時，也容易突然爆開，甚至在口腔或碗盤中炸傷人。安全微波蛋類的方法，必須去殼打散。如果要用微波爐煮蛋，一定要先將蛋打入碗中，並把蛋黃與蛋白攪拌均勻，刺破蛋黃表面。若要做荷包蛋，或保持蛋黃完整，務必先用牙籤或刀尖在蛋黃表面刺幾個小孔，讓蒸汽能安全散出。